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4章，离婚甲再婚的条例。老人娶某了后，财某有见孝事无爱伊，就通写离婚书予伊，叫伊离开。伊离开迄个家了后，通嫁别人。若是伊后来的丈夫无爱伊，搁写离婚书予伊，教伊离开，还是迄个丈夫死去，迄个以前教伊离开的丈夫袂用得伫伊受拍落散了后，叫伊转来，搁娶伊做某，因为这是上主厌恶的，毋通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犯罪。其他的条例。拄娶某的人毋通去交战，嘛毋通予伊担任公务，着予伊伫家内经营1年，予伊的某欢喜快乐。毋通摕别人的石帽，还是石帽的顶盾做抵押，因为这就是摕人的性命做抵押。若发现有人劫以色列中一个同胞，甲伊当作奴隶对待，还是甲伊卖去，迄个劫人的人着互死。安尼就对恁中间拄起迄个邪恶的事，对麻方便，恁着特别细腻。利未人做祭司的所教示恁，就是我所命令恁的，着切实遵行。着会记得恁早前出来埃及的时，上主恁的上帝伫路年安怎对待米利安。恁无论有啥物物件借厝边，毋通入去因兜摕物件抵押，着徛伫外面，听候甲恁招的人摕抵押的物件出来互恁。迄个人若散赤，恁毋通摕伊的外衫做抵押投假暝。日落的时，一定着将迄个抵押的物件还伊，互伊通用伊的外衫盖得困。伊会甲恁祝福，上主恁的上帝嘛会看这项事做恁的好德行。困苦散赤的工人，无论是恁的同胞，还是住伫恁城内的外族人，恁毋通甲因欺负。因的工钱日落以前着互因，因为因散赤靠迄个钱得度活。则免因为恁的所做，甲上帝斗，恁就有罪。毋通因为囝儿的所做，甲老爸处死，嘛毋通因为老爸的所做，甲囝儿处死。逐个人着因为家己的罪死。恁审判毋通冤枉外族人甲孤儿，嘛毋通摕寡妇的外衫做抵押，着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做奴才。上主恁的上帝有甲恁对遐救出来，所以我命令恁着安尼做。恁伫远年受五谷，若有一捆袂记得，还放伫远年，毋通活转去摕，着留互外族人甲孤儿寡妇。安尼，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所做一切事赐福恁。恁拍恁的橄榄树了后，毋通搁顺遐个树枝，着留互外族人甲孤儿寡妇。恁挽葡萄了后，剩的毋通搁挽，着留互外族人甲孤儿寡妇，着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做奴才，所以我命令恁着安尼做。